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新增加75例本土病例，有20人死亡，是3个警戒以来头一天病例数无超过100例。台北市北农甲树林的长照机构传出烧毁事件，市长郭文地表示，北农相关4000个人拢爱先注疫苗。明仔载开始，阁有一波黄酸雨的方面，气象专家提醒，中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落大雨造成的灾害。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75例本土病例哦，有20个人死亡。另外，因为有关心移工的团体表讲，移工防疫问题是真多。劳动部今仔嘛公布移工防疫的4大要求，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的确定的病例本土的案例75例那死亡的个案有20例，现在的确定的病例也是在往下整体的趋势它也是都往下，心情可以放松，但行动还是要维持就把口罩戴好把手消毒好。要求雇主必须做到4大应办事项，包括第一个，同一个工作和生活区域的移工应该分仓分流使用。第二个，雇主如果是委托仲介公司来协助安排移工宿舍的时候，不同雇主的移工不可以混住在同一楼层。第三，雇主应该每天对移工进行健康监测。第四，雇主应该预为准备1人1室的隔离空间，提供快筛阳性的移工隔离使用。我研判起来还是在印度染疫的可能性相对的比较高，对，在国内在国内的接触者所以相对它还是有相对的一些可能的风险。再来看台北市树林的长照机构发生烧毁事件，有47个人患着病，嘛已经有3个人死亡。外界嘛质疑讲，这间长照机构暗砍疫情，老大人发烧嘛，就互因食退烧药啊，无通报嘛无送病院哦，受家属检举，外界才知影。卫生局嘛已经在调查，长照机构嘛在消毒咯。当地里长是真生气，讲伊家己是到昨才知影。环保人员当地做清洁甲消毒。台北市士林区有长照机构出现群组感染，累计有47个确诊，甚至有3个人死亡。而且标出这间长照机构涉嫌暗砍疫情，是家属举报，大家才知影。当地里长是真生气，表示伊20暗时才互通知这个消息，讲伊安尼做实在是伤过超过，互规个里陷入风险当中。他的家属在里面为什么确诊这样？我说好，你赶快投诉。你赶快投诉，因为我们也下蛋，因为我整个里都保护得很好。为什么这一个破口不可以有破口？太过分了，都不跟我们提，从头到尾都不给里长知道，为什么都不给里长知道？台北市卫生局表示，6月7日，护理之家的一个老大人去洗油剂了后防滑着，卫生局10时实际去轰炸，安排机构的居民甲工作人员47个人去体检，验出25个人是阳性。不过，所发现讲，实际上这个机构也阁有22个人发烧送病院确诊，累计总是47个人染病，其中有3个人死亡。甚至传出这个机构伫处理老大人发烧的情形，医师干那互因退烧药尔，无送病院。即卖卫生局要做调查，然后暗砍疫情，就会甲因裁罚。这个是卫生局很早就其实我们内部都已经处理了1个礼拜了，对，我们一知道就是全部市政府来处理啊，之前他。负责人他们有隐匿，这个我们就会依法裁罚。目前这间长照机构已经清空，做环境的清洁甲消毒。若确诊者伫病院做治疗，考虑到住民大部分是适龄的侪岁人，身体较懒，体检是阴性的住民已经安置，而且密集来监控，嘛要求工作人员都要居家隔离。若这间长照机构的负责人嘛当伫隔离当中，卫生局表示，后礼拜这个负责人解除隔离了后，会进一步来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有真严重的烧毁事件，目前计共已经有45个人患着病。早起8点，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甲快台队嘛进驻北农，因为伫市场内底找无场地通快台哦，所以换到活动中心甲国小。北农582个员工，目前嘛已经有450个人 PCR 是阴性的，嘛伫3天内底来帮因注疫苗。
市政府是表示，所有北农的员工、经销商、佮有派遣工，拢总4300个人，拢会先来帮因注疫苗。台北龙山运销公司爆发群组感染，目前有20个员工、18个经销商加7个派遣工确诊，总共45人染疫。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带快泰队到第一果菜市场张看快泰动线。刚刚看起来，他们原来想的那个位置是不行的。那旁边现在去找旁边的那个活动中心以及国小，那活动中心室内的其实不太适合，所以我们快筛站的部分，我们会优先把用拉车的方式。到市目前制定2项策略来鼓励可能的确诊者，首先针对批下阴性员工分批注疫苗。北农总共有582个员工，目前有450个 PCR 阴性，其中218个21先注疫苗，其他会伫23进前注完。另外，也公布体检，予还未体检的人员做快筛，各动向中央加分配予台北市加出10趴疫苗，予北农员工、经销商甲派遣工差不多将近4300人来注疫苗。包括承销人，他可能的托工，或是他密切的接触者，或是他一起工作的啦。那这个我们有造册4300左右。因为北农是大台北地区所有提供的批发市场，所以未停业。即嘛是附近的打商确诊，台北市会采取精准疫调，一站一站来鼓励，只要批下阴性就去做疫苗。第二果菜市场鼓励113名接触者，伊透早也用防疫专车载到中型病院快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毋但北农哦，阁有私人的长照机构拢传出烧毁事件。台北市长郭文德中昼嘛开记者会，强调讲，台北市的目标是每礼拜的确诊者拢减少一半。郭文德讲，北农事件会甲所有相关的人员拢注疫苗来解决。伊嘛鼓励老大人一定要去注疫苗。因为北农大概总共里面员工大概是500人的那外面还有一些委外的什么厂商，那加一总大概4000人。如果要每个礼拜做快筛，那不如我们昨天讨论完以后，我们有个新的战术，干脆就把这4000人全部打疫苗就解决掉，再玩阴性的，马上接着就打疫苗。所以我们希望在2天到3天之内，把这4000人全部打完疫苗，用这种方式来对付这个疫情。市政府已经到北农市指挥所大规模快筛哦，嘛望讲唔通去影响到菜市水果的产销。另外，苏林的一间长照机构暗坎疫情无通报，台北市政府嘛强调讲一定会查核清楚。再来看，针对台北市疫情产生变化，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随到新北市的果菜公司视察，嘛表示讲明仔载开始，新北邦桥的果菜市场要全面来快筛哦，嘛来赶紧安排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注疫苗。台北龙山运销公司群组感染扩大到45个人确诊，含北农是共同生活圈的新北果菜公司嘛唔敢结外，20亿来休市。内部进行大消毒，市长侯友宜伫早起嘛去视察，佮表示讲，从22开始，新北甲邦桥果菜公司会全面来做第2遍的快筛。是我们新北市在这一段时间已经做过快筛，但是因为北农再度爆发以后，我们新北市从明天开始，也会在全部的对新北的果菜公司前面来做第2次的快筛。新北果菜市场是正加压的热区，侯友宜嘛呼吁讲，新北市民最近也是有去北农行大，就会当就近去快筛站来检验，嘛望讲会当查断这个隐形的传播。另外，嘛今日来安排第一线的理会拍卖，佮检验员来做测注疫苗，确定讲这个民生物质袂去中断去。为了防疫，在第一线的拍卖员跟理货员，我们会尽快安排施打疫苗，也希望能够有效跟北农的地缘关系的传播链，及时能够因为有疫苗的保护，让我们的整个民生供应的物资不会中断。侯友宜强调讲，前一段时间已经有针对新北甲果菜公司来做检验1遍，22开始卖规个来快筛。假使讲工作人员若无经过第2遍的快筛，安尼就袂当入去内底。逐日拢会全场来做大消毒的作业。也若对北农爆发群聚感染，新北嘛一定来共同面对甲承担。记者综合报道。
国军桃园总病院的小血事件又搁增加一个家属为着病，目前计共嘛已经有护理师、病人14个人为着病，病院今仔完成全院超过2000个人的采检。国军桃园总病院传出院内群组感染，而伊搁增加一个家属感染。目前这事件已经有3个家属、2个护理师、4个病人，也搁有5个看护，总共14人确诊。在所有的热区还有相近的病房里面采检都出来，那可能得到的可能有一个阳性哦，但这个阳性是一个家属，他并不是医院里面的员工。那这个案例会下午才公告哦。桃园国军总病院为19到这礼拜4至4停止6天的门诊急诊。病人住院的业务，全院做扩大采检，按算一日完成，包含员工、病人、陪病者，也个外包商加一区300人集采，总人数超过2000人次。现在就是在做全面采检，好，以及加强院区的清消。好，我们会根据 CDC 给我们的建议的热区，做严格的人员的管理。国军桃园总病院表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导原则，落实分层分流机制，也禁止看护跨区移动。另外，全病院医护9成以上已经做过第1期疫苗，有169名医护做第2期，后续会落实做第2期，达到上大的防护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75个本土病例，有20个人死亡。其中台北市是有22例哦，新北市有38例哦，嘛是上济。桃园有5例，苗栗有3例，嘉南佮台中是有2例。高雄、云林佮彰化目前是1例哦。但全台湾计共嘛已经有14080例咯，本土病例是12862例，有569个人死亡。今仔本土病例哦是3级警戒以来头一天无超过200例哦，也毋过大家嘛是袂当放任哦。咱再来看昨下晡美国捐予咱台湾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嘛已经送到台湾。指挥中心表示，这批疫苗可能互有新的富人人生子，也毋过某人是真烦恼讲注疫苗敢会有落胎的风险呢？有妇产科的医师是表示讲，有新的富人人哦，若是为着病发生动静、插管、佮早产的风险是真悬，所以注疫苗的好处嘛是较侪。美国捐献250万剂莫德纳疫苗，礼拜220尾暗仔运到台湾。指挥中心表示，会考虑开放予有新的人生子。不过，香港北区有些人做完辉瑞 BNT 疫苗了后落体，引起外界质疑，是毋是真是安全？妇产科医师表示，有些人染疫了后并发动症、插管甲早产的风险较悬，做完疫苗也是好处较大。台湾妇产科医学会并没有说早期一定不可以打，所以你的生活是高风险的，他们还是认为利大于弊。另外，有专家建议，应考虑往下骹开放自然年会，甚至允准疫苗参列组，比如比较德国、法国甲韩国的做法，予第1期做 AZ 的少年医护人员，第2期改做莫德纳。目前有部分研究显示，得到的抗体较悬，应避开血压去踢掉的风险。打第1剂疫苗，它发生严重过敏反应，或者是说你发生的不良事件有通报我们的疫苗不良事件的通报系统的话，那我们是建议说第2剂可以考虑其他厂牌的疫苗混打。另外，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印度变种病毒恐惊会正做一波扩散全球的主要病毒株。专家建议，入境居家检疫14天期满了后，一律采检，对减轻社区防疫压力有帮助。另外，莫德纳是不是开放予有新的人生子？指挥中心上紧这礼拜对定案。记者综合报道。美国3年250万吨的预防车，昨暗台北101个圆山大饭店拢有点灯来向美国写多谢。为着感谢美国，佮台北101用电话写出台美合作抗疫，定是台美友谊，佮Thank you这个理由来感谢美国，甲咱斗3天。再来看咱国内幕，已经有40多例伫注 AZ 疫苗了后，雄雄过往的案例哦。也毋过，敢是甲注疫苗有关系，是该了解。也毋过嘛，已经造成台湾各地老大人无啥敢去注疫苗咯。高医大的院长哦，钟英文是指出
AZ 疫苗的副作用其实对少年人来讲是比老大人较大。若是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有8成5拢会伫30分钟内底发生哦。目前咱国内的死亡案例，拢毋是伫半点钟内底发生的，而且疫苗是有真好的保护力，对老大人来讲哦，上好嘛是爱做。6月21日透早，真侪时代，互亲人带来灵州国小准备做疫苗。国内小连续传出有时代做完疫苗煞死亡的案例，虽然死因搁会厘清，不过也互部分的时代唔敢来做疫苗。这几天的注射率，新北大约3成，台中大约4成，高雄也对一开始的6成外降到3、4成。因为疫苗也得来不易啊，会有恐惧啦，可是打了比较好啊。食到完了80高啊。人生自然就好啦，加少会迄落啦，会安尼想啦，是讲都无做，讲袂知，就来做啦。为少时代认为有通做着赶紧做，也有人想要等莫德纳疫苗。疫苗专家高医院长郑英文表示，时代肺炎重症或者是死亡的比例比少年人高真侪，AZ 对少年人的副作用比时代更较严重。而且注射了后，若有严重的过敏反应，85%会伫30分钟内发生。但是国内目前死亡的案例，拢毋是注射了后随发生。建议时代要是爱做疫苗。我有免疫不全、肥胖、吸烟跟贫血，那能不能打疫苗？哈，那其实这几个都不是疫苗的禁忌症。那只要控制非常稳定。郑英文表示，疫苗会当提供保护力。总共一句好处是坐过歹处。做疫苗了后，除了爱观察15分钟到30分钟，也爱磅体温、加啉水休困。伊也提醒讲，若心脏或者是腰子疾病的时代，袂当加啉水，爱控制啉水的量，袂当超过500cc， 避免造成对身体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已经开放75岁以上的老大人，佮有65岁以上的原住民会使做疫苗。即马嘛要对台中市要先帮林长做疫苗，也毋过因为最近有一寡老大人做疫苗常死亡的案例，有林长就希望讲会使互因来选讲要做对一排做的疫苗。对，照好了。这个大内区也领长差不多有几位啊？大概33到38、30。台南市大内区林长摕优先做疫苗的名单，伊讲20暗时接到通知了后，名单就已经列好势啊。台南市长黄伟綽宣布，会安排有疫情的地区的林长先优先做疫苗。台南拢总9600个林长内底，其中1300个林长先来做。针对这点，有资格会当做疫苗的林长嘛表示赞成，不过伊嘛希望讲会当家己来拣疫苗的牌子。林长有靠处理咧接受人先做。剩的就较慢咧，安尼啦，无够就爱较慢安尼。建设道路啦，创啥货拢有关系。你正讲的是咱这里面啦，即摆有即摆问题，我嘛拢会当替解决啦。这政策是介好，但是爱互咱这人选择，无话看了会惊。这AD 大家真做到会拢死去，对不对？大家看会惊。台中市互林长先做疫苗，这个争议还未解决，台南市搁伫咧办理。黄伟綽解释讲，这个林长会来入去先做疫苗的名单，主要是因为因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并不是全部拢会当优先做。敢若选有群组感染的5个行政区的林长先做。他们有疫情传输的林长，他们要帮忙从事疫调，要帮忙做一些劝导大家出来做筛检。这个是符合第2类跟第3类的这个定义，所以我们让有疫情传出来的林长优先施打，是符合实际的状况。黄伟綽强调讲，并无以选票或者是身份来考虑。另外，伊嘛呼吁做疫苗的对象，都要照中央公布做疫苗的顺序，因为传出有部分的民众想要单做莫德纳疫苗，不过市府预估，上紧嘛要几啊天了后才会报予地方，所以轮到该做疫苗的民众，请民众都要赶紧去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风甲后面的影响，中南部落大雨，中华园林市区淹水哦，花坛甲分园交界的3分路道路是绑起，台中北区的太原路嘛有树仔断去底着车，加载是无人着伤。车路出现凹凹，要到10公尺宽，大水甲拖刷冲了了，车路地基也拢变空，警方是赶到现场救防烧线。中华北港山区的雨水也真惊人，伫花坛甲分园交界的3分路，车路地基是冲了了，雨水一直渗伫山壁，房山范围可能会更加宽。
另外，伫关立街仔顶街仔路也断了淹水。乌多摆骑过去，水涌到直接一直去骑街，民众赶紧把水拼出来，也紧按闸水泵。大雨所造成的淹水，和店家乱糟糟，也无法度做生意。这些都泡水了，这都要整理了。这些哈，还有那个空气这边，都那个车子开过去，整个水都溢进来啊！这些几乎都要会生锈，没有用了。伫市区的中山路，水是淹甲半个车辆遐悬，民众是有关冒险骑过去。另外，伫南昌路也变作是同样大海，真侪台车拢浸在水里。昨天晚上开始下，就几个小时就这样。多久？差不多5-6个小时就。5-6个小时啊！看到台中雨水量也是袂少，根据气象局观测资料，到21早起。台中也累积191毫米，伫北区的体院路摇树啊倒去，对着路边的轿车，好佳在是无人受伤。要花多少钱啊？我不晓得，这个可能是要车厂评估。我听说那个车顶都已经凹陷了，我这看有点傻眼。南投草屯21早起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气象局也针对台中彰化等地区发出1级的淹水警戒。未来这几天受到风面影响，天气会搁较无稳定，请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会有一波黄酸雨方面影响到台湾。气象专家提醒讲，即前的黄酸雨方面中南部已经落真大的雨。这2天因为西南风，中南部嘛落雨，一寡所在搁淹水哦。未来这几天，中南部地区就要特别注意落大雨造成的灾害。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南南化2天以来累积的降雨量已经超过376米里。南化水库水头的集水区持续落雨的情形之下，21拜一早起的水位已经超过满水位，也就是180公尺深，水开始溢出来。南部水资源局提醒水尾的居民，唔通挖进水尾的所在。西南风持续影响，北部、东北部、中岛开始出现沉降的效应，温度悬、够热。也若中部以南天气无稳定，气象局针对苗栗以南8个县市发布豪雨特报。嘛提醒为22拜二开始，北平的驻留方面到位，到时全台湾拢要注意会有短暂大水雨。降雨的乐趣大致上就是以整个中部、南部，然后再来是北部跟东北部为主。那我们评估呢，尤其是星期2到星期3这2天哦，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驻留方面的影响会持续到拜5，中南部部分地区连续6天会落雨，虽然会消透可旱的现象，不过气象专家提醒，山区甲平地伫连续落雨的情形之下，土坝的水已经差不多饱甜，起水的能力有较降低，都要特别注意大水雨可能造成的灾害。雨量预估呢，等于是有到豪雨的话，其实都是一种致灾型的天气。从礼拜2到礼拜3是这波降雨最大的时候，大家都要提高警觉。专家分析，因为太平洋高压一直拢无明显增强，因为安尼，梦境雨会搁有一波锋面挖进台湾，嘛凸显春天的气候无确定性是真悬。今年气象局原本预测梦境雨季的雨量是比正常大较少，即嘛可能会修改做是正常或者是较侪。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的变化是真大，真侪菜色拢烂了了，所以价格嘛起袂少。因为搁要落黄酸雨咯，今仔早起婚礼的农民就赶紧抢收，望讲会使来减少损失。今日菜园满地落公麦啊，受这波梅雨影响，为了阮林西的蔬菜产地农民，一个早就赶来抢收蔬菜，因为这阵啊天气无稳定，因造成产地蔬菜流烂了产量减。现在大雨只会当赶紧抢收，以减少损失。应该说大家都赶着在抢收了，不然就是再过去，如果又出太阳，一下又下雨，这样菜就烂得很快。热天也无太少吼，迄出日头就规个拢烂了去，要这条天吼，连咪出日，连咪落雨，所以咱这青菜方面拢最容易烂掉的。西果菜市场表示，这几波连续落雨，规体蔬菜交货量为原本每天900公吨减少到750公吨，菜价是咪阁有波动？阁需要来观察。另外，受到大雨影响，咱来向第三线新光桥附近的道路，因为山沟和道路切沟排水不及，将近900公尺路面积水一度达到20公分。我都是一下子把它宣泄出来啊，可能就是溢流到路面上嘛。我以改善的方式的配合公务单位，包含斗南公务段，将整个涵管加大，让它的排水量更大的话。咱来向公所表示，这路段只要落大雨就会积水，嘛有可能和路边的沙浆仔场
排水设施不良有关系。目前已经发文管府建设处，要求检查沙场场的排水设施来做改善，避免造成用路人行车上的安全问题。记者为您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最近美国的东南部嘛做风台哦，伫阿拉巴马州已经造成13人死亡。这个风台目前是有减弱的趋势，往东北变去。也毋过，当地气象局是表示，强度有可能会阁增强。伫阿拉巴马州65号州际公路顶悬车祸造成交通生态已经排解，不过死亡的悲伤还阁存在。一个9个月大的查某婴仔含29岁老爸不幸来丧生。这件连环车祸有18台车因为路伤骨弄做伙，甚至烧塌。其中有一台巴士载8个年纪伫个4岁到17岁的囡仔，嘛拢不幸来无命。这区所属的巴特勒郡检察官表示讲，这还未成年的囡仔是受到阿拉巴马州一个专门拯救受虐儿的非政府组织保护。目前，克劳德特已经降做热带气旋，上大风速伫每小时48公里，估计伫个20个暗时到21个环境这卡头会恢复热带气暴的强度。伫个进前，克劳德特伫个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的南边甲沿海来造成水患，并且伫个阿拉巴马州甲佛州引起大水、加雷风，还有数十栋的厝来毁损去。Non-stop rain, this street tint, the dust is off. This is the worst I've seen it since the 2 years I've been around here.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建议，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北部，还有南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居民，都要做好防洪甲暴雨的准备，甚至到21日早起，还有可能有加雷风出现。这场风暴估计伫个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会带来150毫米的这个落雨，水位有可能会达到1公尺八。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巴西为着病死亡的人数，伫6月19号超过50万人，是全球第2多。伫前2天有民众上街头游行抗议，有人伫海边啊放红玫瑰来哀悼因为疫情死亡的人。玫瑰花哀悼，上街头示威，找寻希望。这是巴西人对过去新冠病毒所造成的伤害，替家己的情绪找消透的方法。2站伫个里约真有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沙坡，有采500蕊玫瑰花，悼念50万位确诊死亡的民众。标语写着50万人死亡，咱何其无辜，也是对总统波索纳罗无注重疫情的谴责。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presidente que desde o início da pandemia violou todas as normas sanitárias, menosprezou o poder letal do vírus, o que, portanto, amplia a crise econômica e faz com que o desemprego alcance um número incontável de famílias. 19巴西至少20个州44座城市有民众上街头抗议，表达对波索纳罗的不满，叫伊下台。去年8月到11月，辉瑞 BNT 伫咧卖疫苗的时阵，巴西当局无回应。措施买疫苗的好时阵，也互人批评。Demorou comprar vacina, que é a imunidade de rebanho, que não vai adiantar de porra nenhuma. 22月的健康部门为瓜纳巴湾较有名的帕克塔岛开始大规模自放射，目标是伫9月进前为全岛18岁以上3530人全部拢自费。当地民众认为应该相信科学，赶紧群体免疫。Muito importante esse passe para a ilha, para o mundo que está acontecendo. Estou muito orgulhoso, estou muito feliz. Viva o SUS! Bora Bolsonaro! 伫过去1礼拜，巴西每一天平均新增加确诊超过7万例，第10晚总共确诊数超过1788万，是全世界第3，只敢若输美国甲印度。死亡人数是全世界第2，只敢若输美国。巴西人口2.13亿，完全做过有放射的人无到12%，做过第1期的只敢若29%。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目前全球的新冠疫情各个国家来看伫南面亚的罗兴亚人哦，嘛因为病毒，佮加上缅甸政变，罗兴亚人目前的处境是愈困难。希腊嘛透过严格管控边界，要来减少难民的人数。伫咧南面亚的四周边拢是正悬的墙围啊。希腊东南部即个南面亚，因为来的难民人数愈来愈多，开始加强控管措施。希腊当局以安全为理由去墙围啊。不过，住伫咧内面的阿富汗难民认为，就敢若是住伫咧监狱内面。You find yourself around the walls that gives you more restrictions, limitations, and give you the feeling of being in prison. It is really tough. We even had a child that was 6 years old and expressed suicidal thoughts. So
all children want to live in a safe environment. 援救的主线团体讲，有真侪儿童因此出现心理健康的问题。不过希拉强调，地中海外国家伫咧面对移民的压力，就敢若是伫咧孤军奋战。也表示到今年5月，难民遣返登记的人数超过入境，一年来也过的人数减少70%。We don't want to be the gateway to Europe for the smuggling networks. We don't want to be the gateway for millions of people to enter the European Union through Greece and end up in all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不过，伫咧阿富汗撤军、叙利亚局势无稳定，加索马利亚发生冲突等问题出现，又有可能有大量的难民再一遍进入希腊。每年6月20是世界难民日，今年的主题是希望将难民更加广泛的力量讲话、教育加体育运动系统。不过，伫咧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对未来是拢无期待。বর্মার মাঝে ওয়া রিফিউজি দেহ দিবার নচিন্তাম কেলা আরা নিজে রিফিউজি নবনি দতল্লা তখন যেতে বাংলাদেশ আসি আরা রিফিউজি বনি হিসাবে আর লাইফ হনলা জারগো দিয়ান আর একখান হষ্ট হারে বুঝাইতাম হারে জাহার করতাম为了要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但也伫咧封锁的状态。罗兴亚人担心疫情会互国际降低对因处境的关心。联合国难民署所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过去10年来，因为冲突、迫害加侵犯人权，导致家园的人数，到2020年年底已经增加到8240万。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疫情严重影响到经济。虽然主计总处佮中央银行拢提悬经济成长率到5%以上，也毋过学者是指出，若是三基金界延到9月份，对咱国内各行各业冲击会真大。佮加上国内薪水的成长率一向拢真低，佮有全球通货膨胀，今年民众会感觉钱地啊是求水求啊真厉害。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为5月中开始大爆发。加上防疫警戒升到第3级了后，严重冲击到民间的消费，有愈来愈侪民众都爱减班休无薪假。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国内休无薪假的人数已经为今年1月份3825个人，加悬到6月份6383个人。也若实施无薪假的公司，嘛增加到625间，其中国以服务业548间是上侪。虽然顶一日主计总处甲中央银行对出口、贸易是拢真乐观，调悬经济成长率到5%以上。不过学者讲，实际上类似的行业、甲服务业等等这行业是拢真辛苦。商总根据他们自己的说，5月份的服务业平均营收大概比去年同期掉了56%，那比去年最严重的3月、4月还要少掉36%。我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的朋友问他们说：“那你们的状况怎么样？”他说：“就是让员工放无薪假，但是我们不敢去申报。为什么不敢去申报呢？因为申报就拿不到纾困的补助。”学者表示，国内经济呈现两极化，侪中小企业、餐饮业、艺文业、新创产业等等，拢爱休困或者是收起来。而且目前全球性钱保起的情形是真严重。以美国来讲，物价指数年增率是4.99%，也若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嘛到2.48%。在本土疫情也未完全受到控制，薪资的成长率低的情形之下，民众钱无够用的感受恐惊是搁较大。今年4月，相对于去年4月而言，我们的这个平均薪资涨了3.85%。可是同期我们的物价上涨，消费物价上涨是2.10%，其中一半以上被通货膨胀吃掉了。学者嘛提醒，若是三级警戒持续延长到9月份，经济成长率会比主计总处预估的要减1%，所以这个月底敢会解除封锁，指挥中心都要伫疫情甲经济之间谨慎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纾困贷款哦，因为申请的民众上过济，已经暂停。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是推动保险的保护办理纾困贷款的专案。寿险公会今仔表示，国内22间的寿险公司对7月份开始会使接受申请，一间保险公司一个保护上济会使申请10万块的贷款哦，利率是1.28%，比劳工纾困贷款1.845%哦愈低哦。详细方案6月底会公布。
劳工纾困贷款因为申请量伤大，劳动部暂停收件。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希望增加纾困管道，要求金管会来推动寿险保单贷款纾困专案。寿险公会表示，7月开始，保护会当向22间寿险公司提出申请，每一个人向每一间保险公司申请的上限是10万块，利息1.28%，比劳工纾困贷款的1.85%高低。不过，每一间保险公司的申请资格内容甲限制，依照每一间公司的状况不同来订定。6月底正式来对外公布。对，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最主要是在纾困，是帮助弱势的度过一个难关，所以条件上是总额大概是10万。劳工的保单借款应以他手上的保单总金额来予以弹性提高，而不是说限定一个人最高只有10万元。有立委是希望上海能够提悬，不过金管会甲寿险公会是无来回应。另外，金管会为着防疫，嘛要求各保险公司伫申请这项专案的过程，甲保护是袂当直接来接触。可以用传真网路或者是拍照然后传送给保险公司来做一个申请那这个部分就可以做到这个零接触的部分。郭国文希望金管会对这项纾困专案来定一指引，要求保险公司尽量放宽申请条件，让有需要保护拢能得到帮助。记者张志勇、陈普如台北报道。政府提供予劳工的生活补贴，有161万人已经领到了。也毋过有劳工是真烦恼讲，若是6月28，佮无法度来解除3级警戒哦，接落来生活是要安怎过咧？有劳工团体嘛呼吁讲，纾困的政策应该愈较长远的规划。树林夜车地下美食街手扶推救封锁线，伫1楼的店抑个路的拢无看到消费者。只可能看到外送员来回。95跟96。96先给你。夜市斗下顶自营作业者，抑个无固定头家劳工，伫咧纾困4.0会当申请1万或者是3万的生活补贴。要劳动部应用劳工团体诉求，放零补助的条件。违法解雇员工的企业就无补助，抑个6日打工的人，伫目前已经核发超过161万人，395亿8000多万。服务业、连级业、产业特性资本比较小的，而对这些的产业，其实有很大的比例，部分的工时平时也是相对的没有保障，在疫情之下。虽然补助对象有扩大，但过劳团的调查显示，有96%的劳工反映纾困4.0保障根本无够，而且担心疫情会一直拖到6月28以后。那当然，劳工的预测之下，他们也是预测这样的趋势。他们认为说，像疫情的掌握，他们其实很不可控。那一次性补贴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才要在这边呼吁说呢，政府应该要往长期拉长战线去思考。调查也显示，有超过90%的劳工和头家违法减班减薪水，所以希望政府会当公开企业申请纾困的资料，和受雇劳工有申请纾困的发动权，建立物流等防疫基础产业一体协商的机制。疫情也看不到进步，对这边纾困做检讨，才法度对抗后一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传出讲，伫岛的温泉业者卖予当地饭店4万外张的温泉票，因为无理由保证，可能违反消保法。当地饭店嘛希望讲，温泉业者会使先甲这个票买回去，也毋过因为量真大，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目前是会协调。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委外经营的绿岛调节温泉，顶个月互人发现机房害去，业者无受理，目前暂时停止营业。即马佫传出温泉业者卖予当地90外间饭店甲民宿业的4万外张门票，无向银行办理，票权如有保证。未来若温泉业者无修好设施，互东管处改用，温泉门票可能无法度用。目前东管处正协调温泉业者买回。我们初步也得到大概目前的这个票券呢，还有4万多张，由管理处同步依合约来要求他去赶快来购回。那同时也请主管机关，就是我们台中县政府，那请消保官来介入做相关这些消费争议的一个协调处理中。东管处表示，已经甲温泉业者联络，因为业者认定的票券数甲目前调查的票券数可能有落差，而且承办的会计也理解可能需要搁确认票券的数量。不过温泉业者表示，即马应接受退票。
台北总公司有指示，凡是要退票的寄卖业者，可到绿岛营业处办理相关的退票事宜。目前了解有部分绿岛当地民俗甲饭店业者买到的票券金额为10万到20万，烦恼运转业者无能力买回去。东管处表示，会要求业者负责处理，保障已经买票绿岛当地饭店甲民俗业者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一间民间的野生动物园，大约有300种2000只的动物哦。今年这间动物园佮拍算要来进口18只的麒麟鹿，佮有斑马只的动物，嘛已经有进口的许可咯。也毋过有动保团体是认为讲，这间动物园对待动物有真侪无友善的记录，希望招民众来做伙联署，或由相关的单位来收回许可。行为丰富化一个设施啊，然后他刚好去用到那个东西，然后就。动保团体来到顽皮世界，无看到三岁长颔鹿皮皮，一问才知影讲，原来今年年初无顺利互园区的设施吹死。顽皮世界是南台湾大型的野生动物园，若是假日的时阵，拢吸引真侪游客。不过动保团体讲，园区发生过几多遍长颔鹿的死亡案件，譬如讲2017、2018、11加孝顺。分别因为破病、甲吐的时阵去砸到而死亡。今年年初，皮皮又搁被吹死，这个园区的饲养环境甲照顾拢无够好。长颈鹿在大自然或者是圈养环境，它们的平均寿命其实可以达到20到30年。不过，顽皮世界的4只长颈鹿都活不到这个年纪。动保团体说明，唔但是长颔鹿，园区真侪动物受伤，无适当的照顾，而且。因饲养的环境真歹，违反动物的天性。结果园区也阁拍算自非洲的史瓦蒂尼引进18只长颔鹿、犀牛、斑马等动物。这个目前的空间环境等条件，无法度互动物更加好的保障，所以请民众参加联署，希望主管机关卖核准。说真正有效的保育，应该是所谓的就地保育，就是 in situ， 而非大部分动物园所强调的移地保育 ex situ。所有的野生动物贸易一定都会包含动物的保定或是动物运输的这个过程，其实都会造成动物相当的紧迫。那这样的紧迫也会让它们的免疫力下降，同时也会增加人畜共同传染病的一个风险。经评估，这个输入不会影响到长颈鹿的野生族群，亦对台湾的生态没有影响。本局在审查平台同意它的输入这样子。对此，顽皮世界回应讲，对动物的照顾已经有设置动物庇护，并且增加兽医团队加动保人员，一直拢有照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县今仔开放第2梯注疫苗，83岁以上的老大人、78岁以上原住民会使来注射，也毋过来住的人是无介济，有一寡老大人是讲惊有意外，所以因无想要注。花莲吉安乡的吉安国小是吉安主要注疫苗的所在，而伊开放83岁以上的集会人，甲78岁以上的原住民注疫苗，甲第一批来比，人是明显减真济。有的老大人去到遐，因为未当经疫苗的白注，竟然全白注。可以交疫苗，目前没得挑啦。现在莫德纳不是来很多了。啊，对，那个还要飞到台湾而已啊，还要采风，还要检验。刚听到那个小姐说 AZ， 你就挥挥手是说不打了，是不是？对啊。我为什么会考虑不打？我打那个莫德纳。啊，你要打莫德纳是不是？伫花莲市的中华国小，住的人嘛是无济，部分的老大人烦恼注疫苗了后，会有副作用或者是后遗症，估计住的比率伫4成以下。我们长者的家人可以先咨询我们所熟悉的医生，来看看我们长者目前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宜来接种，来做评估。那也希望我们长者的家人能够陪伴长者。县府表示，花莲县头一批疫苗是剩1412筒，加上卫福部配发第2批疫苗是5900筒，拢总有7312筒。目前并无传出集会人住了后身体无爽快的情形。另外，热区的秀林乡是开放予75岁以上的非原住民，也有65岁以上的原住民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社福团体因为疫情真正是无米兼论月。当时政基金会统计，今年5月份的募款甲去年同期减少3成5。基金会最近就推出10蚊条，会使随时拢带伫身躯边来方便使用，嘛希望讲社会大众来交管。疫情期间，就爱好好洗手，甲10蚊的挂开开，
来甲手洗好清气。疫情要继续滚假，当时将基金会推出说文，让大家方便查，佮通做好防疫，做爱心。就是说，我们不要像喷酒精一样，可能会担心会伤到手。那我们用肥皂，用我们最天然植醇的精油去呵护我们的双手，又可以防疫。受到疫情的影响，当时将基金会表示，今年5月募款的收入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减35%，超是200多万，佮加上结婚订礼盒和退订单，总金额是超过100万。和我们去年同期5月相比，我们的捐款收入就少了35%。那这35%造成了我们机构有280万的收入的缺口。我们实在很担心，说这股疫情所造成的低潮会继续笼罩下去到这么久。基金会也希望各界用多元的方式照顾身心障碍人士，让全台47个据点通继续营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姻西的安定国小空手道的社团嘛，利用线顶上课，学生伫电脑头前来上课，唔但爱比动作，佮爱发声，嘛学着袂少新的步数。上重要是会使活动筋骨，囡仔嘛学了真欢喜。老师踮电脑头前示范，荧幕顶悬的学生囡仔嘛对咧做动作，踮厝阁会当上空手道的课程，学生拢感觉真欢喜。那你今天动起来开不开心？开心。那你刚才有学了什么新招式吗？原地快跑。全台学校线顶上课会直到休热。西里镇安定国小除了一般科目，艺能课程嘛是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来上课。学生囡仔伫疫情期间，除了踮厝上课，嘛会当活动筋骨，保持运动的习惯。在这个停学的阶段，我们可以趁机也可以了解说，我们学生他在家里的状况，还有学生的身心灵状态，这样子我们导师可以顺便进行做辅导。因为现在目前大家都线上教学，有可能早上都坐在椅子上，比较没有像这样类似的活动来让大家在家里自主练习。为着卖互学生规工用电子产品，老师是真认真设计课程，也针对室内上课的活动空间调整空手道的动作，希望会当消透学生防疫踮厝的压力。虽然防疫要紧，不过居家办公也是踮厝上课，拢爱会记互目睭小休困一下，活动筋骨，减少身体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前一站因为开花雨水真少，南投县的草屯镇的公所就重新来启用一座已经停用真久的古井哦，嘛帮助30外家的田有水通饮田。前一阵苦旱，南投草屯镇公所特别修复停用足侪年的古井，解决稻仔冷气的状况。赞助这个古井哦，修理这个古井真感谢啦。如果这个古井若无修理起因为阮上下面的水稻直直拢死去啊。雨水少，草屯镇新丰里的30外家地受到影响，农民拜托镇长重启水井了后，镇公所请台电甲水利会来修复。会当咧顺利将着这口井佫会恢复，因为年久失修员工是足侪年无用所以讲伊的莫大，包括伊的装备全部都损坏我们重新都是用新的这个设备顺利完成所以讲即摆目前所有这30几架的这个水稻已经拢够恢复生气啊。加在最近有落雨，消透全台欠水的状况。草屯镇公所嘛讲，唔甘农民辛苦白了工，开30万重启这口井。希望农民的辛苦拢有好的收成。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哦，收蒜头爱开偌济工咧？除了爱清除刨刀哦，该用手工来选蒜头、掰蒜头。即马婚姻为业者就进口一台自动掰蒜头的机器哦。因讲人工贵个歹找，有一款机器是真省事。种蒜头的农民真无用咧整理拍大的蒜头，若整理若选出后一摆要种的蒜种，选好了后，搁爱掰互开是真了工。婚林就有业者要自动掰蒜头的机器来解决问题。家父呢，他就是有在从事这个种蒜头的状况，从原本的2块、4块，去年的6块，然后在赶工的时候，就必须要7块、8块去雇请工人，去把每一颗蒜头分瓣出来，分瓣出来还要再分大小，
那至于这一台为什么会进口这一台？因为这个蒜头本身就不能伤到，这台机器是完全都不会伤到，而且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这台机器1点钟通掰300公斤的蒜头，而且佫有真侪功能，互每一粒掰出来的蒜头拢真清气。1个小时可以300公斤，有很多的优点，它可以分出大小，每一颗蒜头大小不同，你可以去分。操作上去转换它的大小，就是蒜头的大小，它的搅拌的速度也可以做调整。拨拌好，吹出去它有多一个加风口，可以把一些残渣给吹掉。蒜头拨拌下来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干净。甲机器摕互农民试用，伊是真满意，毋但省时佫省力，而且也毋免烦恼讲用过因为掰蒜头手会着伤的代志。咱今年拄有这台自动剥蒜机，加减少着咱在剥蒜的困扰，带咱帮忙，互咱的蒜头会当掰甲足水的，佫速度紧，会当减少咱一半以上的时间甲人工。即马做田的大部分佫是老大人，有机器的斗相共，农民的负担也减轻啦。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云林的高溪有一个饭店的头家用木果柑做出一款摕到国际大奖的水果酱，因为这头家自细汉对在地农产品就真有感情，伊用心研究，嘛成功把咱台湾的农产品撒向国际舞台，互大家会使食到真有台湾味的好滋味。因过真侪人对果子酱拢有一款观念，感觉是较歹的水果歹销才会摕来做果子酱。不过，其实国际上有一项比赛，世界柑仔类的果子酱大赛，是专门咧比果子酱的，而且有咱台湾的参赛者摕到真好的成绩。当初就是很想要做出一个，另外一个可以代表台湾的这个特色伴手礼，希望把我们台湾的农产品，然后放到伴手礼里面，然后可以发扬光大。这款气味香、色水阁水的果子酱，是用云林高溪木果柑控出来的。创作者陈文文强调讲，伊所做的木果柑果子酱，无掺任何的化学物，是纯天然的。在天气很热，在户外回来的时候喝个清清凉凉的气泡饮。那我们的手工的天然的果酱的果胶很天然，它很快就可以溶于水，搅拌一下就开了。用我们自己在地的柑橘类，尤其是茂谷柑。然后单一一种口味里面我们就能够来取胜，那用在地来为云林为台湾来在世界里面发光。原本厝林就有在种水果的陈文文，对在地农产有真深的感情。即便得到国际的认可，毋但改变传统对果子酱的印象，嘛用上新的方式，互全台湾看到台湾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因为疫情屏东县的图书馆推出帮民众选册，佮免费寄到民众的厝里，提供300个名额，2点钟内底就拢抢了了。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的人员无用咧拣册，拣好的册每一本拢爱先消毒，才放入纸箱内底。这就是图书馆最近推出的服务，规箱的册会先免费寄到民众因兜，互民众踮厝内防疫有册通看。我们其实在思考，怎么样让把这个图书馆，虽然在闭馆的期间也有这个图书馆的一个功能哈，我们大家就企划了大概有300箱的这个阅读惊喜箱哈。那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2个小时之内哈就全部登记完成了。因为名额只有300个，图书馆嘛想袂到接受欢迎。这个阅读惊喜箱，一箱差不多有9本至12本册，拢是这2档出版的。图书馆会根据申请的民众，佮介意什么册，佮会推荐防疫期间上适合的册。这礼拜陆续就会寄到民众厝内。亲子教养、童书以及青少年的书籍，同时以及还有其他的生活风格、推理小说，以及就是西医生活保健的部分，对，这些都是民众喜欢的类型。毋但总馆，屏东目前有21个乡镇的图书馆，后礼拜嘛要推出同款的服务。另外，台南市45位图书馆最近嘛有线顶借册，民众家己来摕，也是寄到厝内的服务，拢是希望民众踮厝内防疫，嘛会当享受阅读。记者陈嘉文罗维做屏东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
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